就是多子多孙，然后多福气的意思。那他房子就是两间，然后四周围有小孩子这样子啊。我想说，那房子更多不是更好吗？我就试着把它折，它本来是只有对折而已，就这样剪，不是两个房子吗？然后我就把它，我就把它对折再对折，变成8折，所以它就变成房子那么多了，孩子那么多。事实上是失败挣扎，因为合法清白后。然后학年搞，不晓得是我们家是爱念卢卡大合拢还是怎么样？爱念卢卡，我觉得他看你的青苔伞，广发青苔伞啊。因为爱念卢卡爱念瓦念卢卡是我爸爸的日本教育，广发是伞，我妈妈广发是伞啊，刚来加落的时间我安不要拿清讲呢。蛮挣扎的，而且我有一阵子很不喜欢客家人，觉得客家人很像那种粽子一样，一个家族是这样一大挂的，好累哦。不是只有王子跟公主认识以后就变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不是这样子，事实上不是这样。后来我才慢慢的了解以后就慢慢的要去接受。以前係咩蒙面到佢個學案嚟嘅。係啊。而家唔咩講，我得當中冇研究喎。唔嘅時候咯。你咧仔創嘅啊？可能你掛安醬安尼，天天嚟見乾啊，可能用嚟執安尼。嗰類那學正嘅呢。嗰度用棍。你學正嘅都係乜幾年啊？幾年？帶過一看。帶過一看，看你要再玩。有啲年嚟，會用嘅，拿必要啊都講呢。你用嘅，你搞個用嘅正。係，即係哋好咯，即係安尼打嗰度，不同係即係安好呢。迄種愛幹嘛？啊，見唔得人愛啦。全村子的人去了20幾個人啊，沒有半個人學會啊，通通全倒了啊。我想說，哇，按難，難道唔上心？來試看那裡，來學一點東西，來一定要把它學到有一個結果。某一個結果，我們不用數。結果沒有磨面豆，它是眾生的。這個剪紙是眾生的，是有文化的東西，不像這種平面的東西。來同來欣賞，開玩笑說，我挖一個洞自己跳。來，我們今天要重點就是來講我們的圖騰。好，這個圖騰呢，我們從中間這個看起，很有意思。它是一個八卦。好，那八卦呢，上面的圖案，
这个是八宝，客家人最重视的就是八宝啊，田头八宝、田园八宝、总督的八宝啊，很多八宝。再来就是如意啊，蝙蝠也有剪蝙蝠，也有剪如意啊。对对，这个是蝙蝠，然后这个是鹿角，就是加官进禄啊，蝙蝠就是福气。这个地方呢，你看看这两个地方，这两个是什么？是门的柱子意象。所以我如果没有跟你讲，你就是觉得，哎呦，刚才你看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好漂亮，红红的，好热闹哦。所以要把故事讲给你们听，你们才知道说它这个是什么。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家庭做的。让他村本来是平面的，是有一天那个西市那边他说要我试试看有没有比较花俏的，哎，我就东剪西剪，竟然给我剪成立体的。所以这个是老师自己发现的，自己乱剪，哎，竟然变成立体的。他们有时候有空我就剪了就放着，像这样子就很可爱啊。因为我们客家人他是一个敬天祭主的那个很实在的一个那个民主性，所以他会找一个中心点，就是以这个圆为中心啊，就是宇宙的中心，所以他都是从中心点放射出去的，他的图案都是这样子做。然后他是用那个八卦的那个形制来做的，来剪的。所以我们会折成4个等份，然后就变成8个区块，就这样子。知道我们这个客家剪纸也是从洗花开始延伸出来的，主要就是富人家在冬天的时候，因为东西都那个谷物都收成好了嘛，那要过年了，那窗户很单调，就想要剪一些窗花。喜气一点的东西，所以才延伸过来这个东西。那最主要我们中间剪一个圆，剪那个窗户那个采光，把采光剪出来。那这个剪刀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里用的剪刀，剪什么都可以剪的，用图案来表示这个五福图的内容是什么。大部分都是会做一些祈求啦、感恩啦这一类的，像这样的。这个就是上面的洗花，最简单的，现在最简单的洗花。我现在剪的这个2个是含包的，含包的就是说我们家的闺女还没有出嫁，好，那有的那个婶婶啊、姑婆啊来看，像我女儿的房间在那边贴上去，他们就会，第2年就会来。有媒啊什么就会来说啊，这样子。再下来，我们就要剪下面的部分。下面也是一样，要先折成4等份。4等份，我们先把这个门，它这个就是已经有意象的那种味道了，把那个门的那个梁柱先剪出来。然后在洗花的下面，我们是做那个花穗，就是一串一串的花啊，就是这个花就是要敬上天的，敬祖先的，让在那个让风飘的时候到达那个天庭，让天上的神明啊知道我们有很诚意在敬这个花。这样的剪法是最传统的。最传统的剪洗花的方法，像在洗花的那个花穗的部分，大部分都会用比较柔性的诉求，比如说祈求年年有余啊，或者是女孩子找到国家啦这种图案的剪法。这个地方哈。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梁柱，我们的门楣的意思啊。门楣大部分，如果说小家那种一般的家庭，这个地方
大部分都不会剪，就像我们那个主台才会剪这个地方，一般会剪山上像温馨的家庭啊，或者是聚餐啊、聚气啊这一类的。我们今天来剪这个东西。哎呀，你爸爸哭的，这里有相片，照相片啦，他爸爸哭的，给他头照，他很拗哦，他那天不出来哦，他说他不要，他后悔了，不要嫁了，不要让我嫁，这边，榕树在这里，好哇，好，他后来反悔了，不要我嫁了，爸爸后悔。结果那个人家亲戚一直劝他，唔好安尼啦，加一个半主啦，讲那好不好？他就很生气。爸爸还在后面一直摇头。后来我弟弟就是说，因为要看我们很不方便啊。我弟弟就说，那在屏东买一个房子好。伊可能伊家过的家就特别黑，我看到过来。了家下的时候过年啦，又过来安尼。俺那时候我讲过年嘞哈，伊讲好啦，好多时候唔都晓得讲啊，我谈啦。哦，你是正和屏东山后好学的呀，嘿嘿，伊做的那好学的呀。不是伊做的较野生人的哈，唔会讲学啊。俺因同学讲啊，阿婆不要讲屏东话好不好？屏东话很不好讲呢。我说不会啦，阿姨公公就说，进来了就要讲客家话，讲屏东话。好吃的，好吃哦。好吃了。你吃个。如果迄讲啊，条个人都看嘛个干起的哈，像个水分比较那个个。菜瓜用个嘛是把干干软软没哈，条人看嘛叫做煮是糖水，糖水里面放一点点酱油，就把它这。迄那个亲戚讲啊，伊吃奶昔，都个胃好，就去种阿发讲，俺咧还没晓，台北也好啊，做像青叶班啊好，做嘛个也好呢，家己都会煎好呀，都会点，要点奶也都点做嘅呢。都去学个，伊称为安尼亲细心啦，亲认真啦。后来我问阿花公说，那这个五糊土是什么东西？他说不是叫做五糊土啦，叫做五色纸啦，好5种颜色去剪的纸啦。我说那拿5种颜色，他就跟我讲后来就慢慢的我就那个雏形就出来了，被我拼凑出来了。实际上我们本来就是很尊重老师的，好，那他也有感觉到我很尊重他，我一直把他当老师啊，然后他就很愿意教我，然后他就几乎都差不多通通教给我了啦，然后他就把他的以前剪过的都给我看，然后我就把它记录下来，啊，那什么图案是什么，代表什么，做什么，因为以前去剪的就是大家去，然后就很快乐，好像在做劳作一样，剪一剪就没了。就没有再去把它咀嚼，我就说知识是知识，知道才是重点。我后来这样一面剪才发觉，这客家的妇人真的是手很巧哎。你看她白天工作好累了，下雨天趁着下雨天或者是晚上，然后像
我婆婆说天气不好的时候，在床前就在剪这个东西，好，你看多厉害啊！要不然就是做板了给小孩子吃，哈，都趁着下雨天补衣服啊，干什么？因为客家男孩子比较会，怎么讲？我女儿讲的，诗书烟酒茶，然后外面的事情都女孩子在做。我们这边大部分都这样子的。没有，我还算很就后面来的。我婆婆也是算苦过来的。她刚开始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撞击也很大呢，因为她穿旗袍啊，然后客家人哪有可以穿这个袖子可以跑出来，这个背板不能跑出来，常常都被骂。然后她就很无厘头啊，她也搞不清楚啊。然后她去烫头发，那客家人哪有烫头发？对不对？要包起来吗？不知道，然后就被排斥啊。他还你在问他很好玩，他还不晓得理发不可以去理发店理，他还跑去理发店，结果人生男师傅回来就被骂了，因为怎么可以男女授受不亲的，不可以给男孩子理头发。他有很多好玩的事情，他那个什么种香蕉，以前不是种香蕉吗？他背那个香蕉，那个人家背在后面，他就不会，他背在前面，他也苦过来的。我不要。要总共啊什么安尼煎肉是全好我的。系啊，中间的唔系没做得事。嘿，煎肉是的。哎呦，俺昨天俺来他就是么就俺来婆婆都抢俺炒麻油就不俺来吃的，他把吃的印度么子不，抢俺吃麻油酒的。很恐怖哎！我讲我问我先生讲啊，买点肉松啊，买点皮蛋饼啊，给俺那头死了，头爆哦。像俺帮麻油就帮俺都很恐怖啊。看过来可以死啊，太卡口里面挺奇怪吼。哎呀，慢慢慢过奇怪，因为我呀吼，那上半年有冇团错嘅啦？吼，安尼团的师傅吼，俺又唔晓得团啊，又考了学啊。他是个下呀吼，俺那台中人是跟我做事过嘅嘛哈，俺汉人考唔去，不过我亲难，哦，俺是个俺没本来考没啦，原来都比较做要去学，要去做本来考难。其实是冇买你为了你供发给的，系吗？都像俺的都考不讲，俺同学讲他们是的，哦，俺有的讲俺们他们是的，哦，之后都你妈是。阿爸有时候委屈了，只好晚上眼泪流一流，都擦干眼泪都要做事。俺的婆婆啊哈，伊看到俺没做啊哈，她是俺没学，俺以为没运作，又没跟我讲。没伢没骂人啦，没伢唔来安尼啦，俺没来做嘛就讲，俺的先生他把伊早上就讲，伊妈妈讲个嘛，伊要同我讲，同我讲啊，让我装啊。哦，先跟你翻译一下。嘿，同我翻译一下呢。多年啦。没做我们那种客家的月子吗？佢在一直啊做背事，伊妈唔敢讲啊，把我都出来做背事，伊都唔敢说啦，伊妈唔敢讲啊，敢爱是啦，跟演戏的是嘛，伊又唔敢说啦，我是啦是啦，就爱过好诶，过是的。哇，酒啊都给他关啦，是啦都要关啦。系啊。诶。相反都结关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唔是。我把它起好啊。都完成吼。那叫佢来来前2日都来绑，前2日都来绑，干来嚟。现在减肥上海冇好，都是长长啊。对呀。妈妈以前用砂纸练很久嘞。对呀，要不然我刚来屏东的时候用砂纸练很久嘞，一次都不会呢，每天都练呢，很认真的。我们下一代。像有时候跟我婆婆我会拗啊，
他会让我，他会故意叫我，然后他扭的时候，我就故意叫小孩子赶快去撒娇，然后吃饭的时候赶快多叫几声就好了。我跟我婆婆一样，很不能容忍说一天看到人都没有讲话，好难过，对不对？同一个屋檐嘛，为什么把它弄得那么僵呢？我就会把它化解开。都有节目过了，我过了。所以礼拜几啊？对呀。你安尼好过个粉虫的事，我来讲啊，安尼过好呀，即我300块啊白上我。礼拜是用胎毛煮的。啊，礼拜啊，迄胎毛。有胎锅，哎，安尼对白都用胎锅。现在用瓦斯，那都用瓦斯嘞。那好潮的好烧的啊。我烧你么油？烂时装的甜就我娘嘛。这个好的哈。酱头油啊冇？唔是有鹹嘅，啊，幾無鹹，酱头油哈，幾仔有鹹，哪有哈？幾無鹹，好啊，好的哈，熟过了哈。熟嘅，我看到了。看好了好。好，这个是中间，然后它是5个一组，那5个的中间距离小一点，然后这个5个跟5个的中间距离这样多大一点，这样让它区隔开来。它是1组5份，3组作品，这样子，嘿。有时候剪一剪，会想说，这么漂亮的东西没有留下来也很可惜。而且有时候又回头想说，还有更漂亮的东西我都没有留下来，就不会很在意了。反正我就尽量去做，尽量做。第一个客家剪纸的特色就是中心点要做起来，这个地方点点就好了，不要剪很大，你剪一点点0.1，它就会放开来就是0.8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剪点点就好。之后呢？剪哪里啊？最上面。好，也可以。你要再画大一点吗？让人家尝一下。哎，小一点没关系，你如果小一点的话，等一下我们这边看看。哦。打不开。这个啊，看不了。到这里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其实我昨天东捏西捏，捏起来。前面记得，后面记得，东边差一点。还会飞呢，你看，可爱哦。那个联络国小小朋友，我要骗他们的。蝴蝶啊，对不对？我会一直想要剪，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我很沉静下来。我如果很烦躁的时候，我只要把纸拿来在那个玉兰花下面剪，然后风这样子吹，我能够把心情沉淀下来。这一点给我很大的一个让我继续去剪的那种动力，就是在这里，让我得到好处了，我自己可以感觉得到。阿爸，那东啊习惯保护卡那么耐心了。我们就是啊哈，这样的。他儿子哦，实在是没办法。对呀。我要感谢他生意的那么好。都是啊，你要谢谢我。他感谢我生那么好的2个孙子给他。对。你儿子，他说他儿子比较棒，我说我儿子比较棒，到底是我儿子比较棒。结果是投孙子一票吗？